你不。 无代志啦，大家坐，无啥代志啦，来，哈坐。对啦，无啥代志啦，安尼有吵有闹，安尼才有闹热啦。对啦。来，咱入来动。阿母啊，到底你我要创啥啦？这块又够赤啦，比手都较赤啦。菜花啊！ 啊，人今仔是做新娘，新娘身上大，你冲人要创啥？结果两句你是会安怎样？来，亲家，来，大家，来，点，你们不一样啊！来，各位，来，这到哈，来，我知影邱主是一个好媳妇啦，你也真爱。 毋过，你怎么娶外英啊？都迄种手做放袂记哩，对外英较好咧，知？哦，我先入去哈。哦，对啊。哎，小孩，哎，你爸爸妈妈嘞？啊，没有啊？哎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哎呦，这可麻烦了。啊，什么罗西啊？哎呀，我看还螺丝刀呢。你一定是被人不要的小孩，对不对？啊？哎呀，没有大人在吗？这附近。 好了，干脆，我呀给你送到派出所去，走。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，使人心头酸，为咱心矛盾。半边会引起阮迷日草原一阵一阵。头尾唱袂打魂，茫茫渺渺过安稳。虽然有分开时阵，奈何只有是半边的云。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，使
酸，为咱心矛盾。啊，半边过引起阮暝日操烦，一阵一阵。阿哥，地板定，哎呦，你看，阿妹去多少？哎呀下来啊！我街上捡来这么孩子啊，哎，我已经到派出所报了案了，就是找不着他家人呐。捡来哦，哎呦，我看伊家己惊怕无惊啊！哎，说不定啊是被人家给遗弃的呀。遗弃的？啊？哎呀，不可能啊！那有遐尼凶的爸母？嗨，问他爸爸妈妈到哪儿去了？他就跟我摇头，只知道自己叫什么老喜。哎呦，真是，我看他这个孩子啊，脑袋有问题呀，80%是被人家不要的。你叫老喜的心，啊，你拜托伊了无？啊，你买饭无啊？啊，伊订物件互你食好哎，无？饿什么？刚才已经吃了很多东西了，还饿？吃饱了没有都不知道。我看这个脑袋瓜子80%有问题哟。你那是爱吃饭啦，我还有饭，我等下会请哈。哎，免了！我找你来就是商量这件事的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一个大男人也没带过孩子，而且我又是个军人，这带孩子也不方便呢。我是想请你帮忙照顾他，等将来找着他爸爸妈妈再说呀。叫我照顾他啊？要唔过我？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会贴补你点钱作为生活费。替班长，你哪安尼讲啦？我是想讲，我也都要照顾美玉，啊，要哪搁照顾这个囡仔吼？我是惊伊讲，哎呦，总比他一个小孩子在外头风风雨雨流浪要好多了吧？好不？我来了。来啊！过来者。是讲吼，你别安尼家己就低调咧，啊，等下这吼，弟妇啊、生啊，伫遐见了后，就甲煞回去。好啊，啊，无等迄个水沟迄个讲台刷，毋使用。啊，即摆几点啊？也毋免免去煮饭啊？囡仔毋是叫我煮啊，是叫菜花煮啊，上叫伊甲煮我要转来。伊若无转来，咱拢免食饭啊，就对了。啊，你即摆啥物意思？叫阿母去煮，还是我来煮？讲好一人煮一家，啥人我一定爱客气。阿姊，你坐好势啊未？我是妹妹。歹势，目屎起起的，是姐姐啊。我甲你讲遮简单，我是妹妹啦。紧啊！一直弟啦，你哎呀！你跳刚好，我跑到来啊！你跳刚好，我不是跳刚啊！你是跳刚啊！我不是啊！替班长囡仔是啥物人啊？叫做老四啦，是阮叫一个替班长去捡来，我讲叫我来收留。哎呦，哇！安尼你这几年跟他饲这两个囡仔，看袂受辛苦啊？记住啊！我已经改名叫范中。我想要将过去的一切放忘袂记，毋是阮知的家后，甲好甲无任何的关系，伫这个所在重新开始。阿嫂，你后摆唔好叫我求助好唔？
哈，树主啊，个树主，好好，即马开始叫做阿菊，叫好调咧。还是讲你即马感觉过会怪阿母？过去的代志就已经过去啊，免来讲去怪阿母。是讲阿母有阿母的苦衷。你安尼讲，我就足放心的啦。其实吼，当初时你离开何家的时阵吼，阿母嘛安尼叫我死过去找你呢。哎呀，讲叫我就一定要甲你找到对为止啦。伊讲想要甲你弥补啦。哎，若毋是你写批互我吼，我是要去倒位找你啦。我甲你讲吼，文仔已经结婚了呢，你传我应啊。半边过引起阮迷日草原一阵一阵，为前程苦情写人问，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文仔已经结婚了呢，你传我应啊。安尼足好啊！希望会当早生贵子，安尼阿母嘛安心。早就生啊啦，甲阿母生一个孙啊，叫做宝岛。阿母若知影你即摆过甲足好，一定足欢喜的啦。阿叔，你绝对不甲阿母甲文仔讲我拄爱食。我真系生活真平静，我不想要去搅扰你，也无希望别人来搅扰你。阿叔，我是将你当作敢若家己孩子同款，才会写配互你，你一定要答应我哦。好啦，你安尼讲我带你。系啊，想话，我要紧来赶倒来。哎呦，哪会你安尼心啦？咱遮尔久无见面，一定要踮要才食。今仔去陪迎一啦，你唔知啦，我甲迄个外英啊吼有约束咧，阮两个人吼，一个人煮一工的饭，啊今仔日换到我咧，啊我若无转去煮吼，伊会甲我冤家咧，伊甲你拢袂比一哦，差足济哦。我连汤再过来，我即摆先转来吼，好啦，连汤再过来看你啦。阿母啊，是嘞，我等来收啊。不要紧啦，来，紧去食饭。外英啊，歹势吼，互你辛苦。哪有啊？我哪敢讲辛苦？哎呦喂，这汤来遮咸啊，也免钱的哟。阿母啊，这汤上煮的。规工伫厝食婴仔饭吼，搁敢嫌东嫌西啦。毋知吼是想要听学送来甲输效咧吼。是啥物人咧食婴仔饭哈？啊，这间厝的除了你还阁有啥？你有在讲？我逐工拢伫菜市仔底卖鱼哦。我当时捌食过一工好家的洋饭啊，才无亲像你咧，逐工干那会晓困，会晓食。啊，若叫你去倒饲一个猪仔，你就找猪仔出去，有情有愿的。你有去卖鱼，无去卖鱼哦，无人知啦。你下晡是走去倒来过去？阿母啊，你去听我伊讲这啥物话啦？袂输敢若讲我去讨客兄咧。哎，啊，这句是你讲的哦，我是无讲哦。华玲，你嘛兼讲，一个嘴比刀啊较大。啥拢我袂晓讲，我也无讲毋对啦。无讲毋对，对啦。哼，你哦，头创西车哦，吼，我拢知啦。我创西车，阿母啊，你来出来讲一个公道哦，我哪有创西车咧？哼，免等咧阿母的面头前来这套。减讲两句啊，好无啦？减讲两句啊，阿母啊，你安尼对我讲话，你搁叫我减讲两句啊？我知啦，你偏心啦。哦，你想讲伊会替咱好家生囝，你叫我啥物都爱让伊，啊，毋过咧，到即马含一只大纸也无生出来，我要死毋死关你啥代志？啊，哎呦，阿爸，我都听啦，死啦！哪会安尼啦？无听无讲，都会听啦。
看是无？你即马有钱哦，万一若当着歹去哦，你也负责啦。哎呦，我知啦，我知啦。吼，他们这个好教，会生上大啦。自从文英死了，我自认我对得起文英，我对得起好教，我一直照顾即马。啊，毋过即马咧，即马竟然有人讲我倒要好教食用饭，你赶走厝主，是毋是感觉无够？喊我也想要赶走。文英，我做啥物？我做啥物啊？既然你大家拢安尼对我，不如我嘛离开好教，我嘛离开好教嘛。半边月引起阮迷日草烦，一阵一阵为前程苦情写人问，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说好啊，马上财务店今天开张啊，赶快把这新的朋友寄给他送去，免得他等着心急呀。你妈辛苦了这么多年呐，也把这破旧的缝纫机给扔掉了，对不对？咱们这村子啊，谁不知道你妈的手工做的最棒了？哎呀，好小子，无功有母。这个小兔崽子，小孩玩大车，摔死你个王八羔子！哎呀，偷袭你老妈的孙子，小心修理你！哼！哎，罗谢，你可不要学他啊！哼！哎。这小孩玩大车吧，出车祸了吧？啊，撞哪儿没有？啊，真是的！哎，他撞车你哭什么？啊，旺财洗洗来！旺财洗洗。来，小龙，慢慢洗你，要洗你来你个。啊，好，好你的，好你。阿姨做杠杠，有食无？嘿，一个挂起你就安尼正爽。招牌挂起你了后吼，啊，你就免搁去外口做遐尔粗重的线工啊啦，够辛苦啦你。嘛是爱加减来做咧。囡仔即嘛大汉啊，你爱读书用钱啊。你安尼一个人带甲两个囡仔，实在足辛苦的吼。当初若是阿母啊吼，过去的代志，免搁再提起。阿母即摆有孙通抱，我嘛替伊足欢喜的啊。哼。讲甲阿母迄个宝贝孙啊吼，真正是吼，有老母通啊生，无老母通啊教啦。啊是讲你即马嘛袂歹啊吼，有即两个遮尔友好的囡仔，踮在你的身躯边咧陪你啊。讲到美玉甲乐琪即两个囡仔吼，应该爱感谢你甲替班长啦。若毋是恁两个人，我哪有才调饲即两个囝？哎呦，咱两个就袂就敢若亲姊妹啊咧。佮讲什么多谢感谢咯，讲遐有诶无诶安尼。哦，你好，我等来来，老师，来，你看下面，看下面，阿姨来就好。没事，老师去选，我来就好。阿姨，你看，你有比我较大无？阿姨比你较小，我输你。阿廖，快点，好你来。你不要看鲁迅人小啊，还壮跟条小牛一样很会帮人做事啊！快揭开，抬进去，来。好。哎呀。你我较小呢。来。我来。哎呀。谢你了。哎呀，好你来就好啊啦。我足欣赏你的，哎呦，你看迄个露西安尼，遮尔细汉哦，我对你哦比亲生老母搁较亲哦，甲你足够同心的啦。互你这几年食苦，拢有价值啦。哎呦，
你都无看老实哦。啊，地板顶到底呐？哎，迄才有成病仔囝啦。你这几年来，敢拢无想要过结婚啊？我看迄个地板顶吼，阿嫂，我袂搁再结婚啦。这几年，卡出人是这两个囡仔，我绝对无搁再活落去的勇气。我袂搁再接受任何人